当初还不是为了你们几个人好，我是想弄点银子，让你们几个人都能够有家有口，娶房媳妇儿。你们倒好，现在一个个都有家有口的，就剩我一个人单着的。行了，别哭。老四啊，行了，你看看，二哥懂你啊，二哥知道你心里难受，娶不着媳妇儿啊。这样，二哥答应你，等这事儿过了，给你找银子，咱们娶一房特别好的媳妇儿，不完了吗？这样，我保证，你没娶着媳妇儿之前，二哥跟赛花就不拜堂成亲。你看这真心话。哎呀，行了，看那熊样。放心，作为老大呀，我就是倾家荡产，我也要给你娶一个媳妇儿，也不能让我四弟过这种孤寡的日子了。放心。你把你手拿开！你把你手拿开！我怎么了？三哥，你摸着你的良心问问，我蒋平是那种小人吗？啊！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你是不是想说？我要是不成亲，你也不跟秋鬼嫂子拜堂啊？你别闹了，行不行？你们几个好不容易有个媳妇儿，我将来要是成了和尚出家了，你跟人家拜堂还是不拜堂啊？岂不是把几位嫂嫂都给耽误了？四弟，老四啊，老四啊，我懂。要不我把秋鬼还给你吧。户部回文，国库空虚，现在1两银子也拨不出来呀。没想到万岁爷也没有办法，把千斤重担压到相爷一人的肩上。万岁有万岁的难处啊！这些年，边关连年吃紧，国内的情景也不好，再加上贪官污吏大肆的鲸吞，朝廷也是捉襟见肘啊。相爷，特殊时期可以采用特殊办法。又是你那一套沙滩济贫的道理。不错，百姓这些年喂肥了这么多贪官污吏，困难时期杀他1两个，赈济百姓度过荒年。相爷可睁只眼闭只眼，
让那吴蜀再做一次绿林游侠，杀他几个罪大恶极的贪官污吏。绿林好汉杀几个贪官污吏是可以的，但是我们不行啊，我们是朝廷的命官，要执行朝廷的法度，要调查案情，收集证据，公开审理，按律处置，再把缴获的赃银交到国库，这样才能够奏请皇上拨下银两赈济灾民。再说，我又是大理寺的正官，岂能够以恶治恶，知法犯法呀？可是，启禀相爷，卢芳等人求见。哈，又是来要求杀贪官的。请他们进来。哎，卢芳参见相爷。邦之内不必多礼啊。卢芳有一事禀报大人。好，快快讲来。卢芳是来向您请罪的。何事如此慎重啊？相爷可知，庞玉的万两金子被抢之事，那是我……大哥说什么呢？是我。闭嘴，老四。相爷，此事纯属蒋平一人设计，与诸位哥哥无关。本来我早就应该禀报相爷，只是因为私心作祟，拖到今日特来告罪。相爷，你可还记得那会儿，为了替庞妃祝寿，那庞玉借了万两黄金前往东京？对呀，继续讲。炸呀炸呀！狗头长，慢慢快点，再来个炸呀炸呀！龙头，虎头炸呀！兄弟们，让我说几句话行。二爷赢了。容我说几句话行吗？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老大？大哥，您说。就是嘛，你来把酒拿起来。这是咱们到陈州以后第一次吃酒席，我的意思是，兄弟们多喝几碗。卢爷，我们兄弟几个可都是沾了你们的光啊！是不是？是啊，如果没有你们那1万两黄金，陈州的灾民得不到救助，我们哥几个哪还有这顿酒喝呀？来，兄弟们，喝！继续。哎呀，咱们兄弟们在一起聚会啊，唯独少了老五。现在也不知道老五身在何处。大爷，你不必着急，明日我出去走一走，就把这五爷啊给你带回来。你知道他在哪儿？我想，他应该就在这附近。我陪你一起去。你们现在是公家的人，若是见到了五爷，是抓他，还是留他呢？岳公子说的有道理，老五的脾气我知道，你去了啊会坏事的。这样，岳公子还是自己去吧。我想，雅兰姑娘可以和我一起去。就，月华，咱们到底要去哪儿找五爷啊？去仙空岛，去江南。我想现在五爷一定在家里面等着我们给他送朝廷的赦免令呢。那我们就这样走了，不用跟他们打声招呼吗？我已经暗中密报了。好，走。驾。
好像是，去看看。走。在里面。什么人在下面啊？先别哭，有什么事可以讲出来，或许我们可以帮到你。你们是谁呀？我们是对面的庄户人家。哦，小老儿姓郭名顺，镇江人士，只因带着女儿到瓜州去投亲，没想到在这渡口遭遇到这儿的首领白玉堂。哎，不是叫什么白玉堂，是个叫胡烈的。胡烈。胡烈见小女长得有几分姿色，便将我父女绑到这庄上，要把小女许给一个什么叫武员外的人为妻。我说小女早已许配人家，今到瓜州就是来完成此事的呀。那胡烈怎么说？那胡烈一听大骂小老儿不识抬举，将我囚困在此。可怜我的女儿至今生死不明啊！不可能，我不相信五爷是这样的人。妍兰，这件事情我们得去弄清楚，你先别着急。门外的刺客朋友，不必躲躲藏藏，快快出来现身吧。你非大臣，又非君子，还敢狂言刺客二字？我看你这个山贼草寇，真是无伦无理，狂妄自大。白某人确实是个不知律法的山野村民，但是从来都没有做过打家劫舍的事情。岳公子口口声声说在下是草寇山贼，难道就不怕无良为盗的嫌疑吗？你说你没有打家劫舍，那为何还要将郭氏妇女抓起来，还要让人家的女儿做你的压寨夫人？岳公子啊，你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大了吧？难道还想耍赖吗？是你血口喷人呢？现在那郭老儿就被你关在洞窟之内，难道你还想狡辩？通天窟，白福，吴员外，我问你，现在通天窟内可曾关着什么人呢？回五爷，是一个老者。谁送来？是负责渡船的首领胡烈。胡烈，正是这个胡烈，把人家的女儿抓起来，给你做压寨夫人。马上带这位老者来，记住，把胡烈也带来。是。小人冤枉啊！大王，这位就是我家员外。大王饶命！大王饶命！老人家，你快快请起。小的冤枉啊！我不是什么山贼，更不是什么寨主待我。你称呼员外？啊，员外饶命！员外饶命！小民冤枉啊！请起，老人家。冤枉，不需要担心，稍作片刻，我就会带你女儿跟你相见。好。小的见过员外。胡头儿，最近在船上辛苦了。船上可曾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小人正要回禀员外，昨日有妇女二人乘舟过渡，小人见她女子甚是漂亮，就想将此女留下，与员外成亲美事。不知员外觉得如何呀？没想到胡桃儿你真是考虑的周全。刚来不久，就已经知道为主子排忧解难。小的既然投靠员外，理当尽忠尽责。胡桃儿，我想问你，这个主意
究竟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呢，还是别人教你的？都是小人自己巴结员外，不许别人告诉。郭姑娘现在在哪儿？此女现已交于自己妻子，好生照顾，随时听从员外吩咐。好，来人啊，在来，捆绑狐狸，押去县衙，听候发落。是。员外饶命！员外饶命！小人知道错了，员外。把郭姑娘带上来。是。爹，女儿，爹，女儿啊，你还好吗？女儿，你们父女俩啊，也不用太过伤心了。这件事情呢，主要都是在下的错，是在下没有管教好下属，让二位受惊了。白福啊，小的在。你去账上支20两白银，就当是押金钱了。明天一早，带着2名随从，亲自将这2位妇女送过家。小的遵命。女儿啊，多谢员外，感谢员外大人，多谢员外，多谢员外大人救命之恩，多谢救命之恩。老人家快快行事，不必多礼。女儿，我们走吧。慢点儿，爹。啊。岳公子，还有什么能帮到你的？为什么没有人看茶呢？来人！来人！来人！我说你是脑子不好使呢，还是耳朵不好使？主人不懂规矩，难道你这个做下人的也不懂规矩？小的知道错了。既然小爷我今天来了，就让我亲自教导你一下。这客人来了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泡一壶好茶，知道吗？如果拿陈年旧茶糊弄我，小心我连杯子带壶一起扔。岳公子，稍安勿躁。我想你来在下的府上，一定不是只为了喝茶吧？白玉堂，我想问你，你对雅兰姑娘为什么始乱终弃？嚯，始乱终弃！岳公子这句话说的在下很费解。少跟我装了！你和雅兰以夫妻的名义在回龙镇开房留宿，这所有人都知道。我跟雅兰姑娘呢，只有夫妻之名，并无夫妻之实。你说这句话，别人相信吗？我管你相不相信，我问心无愧就可以。那你倒是把这句话解释给所有人听啊！姓岳的，你给我听好了，当初我根本就没有打算娶雅兰为妻，都是你从中极力怂恿的。那是因为我听到你在林子中亲口承诺过雅兰她娘，要照顾她一辈子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从来都没有答应过雅兰的娘任何事情。我见到她母亲的时候，老夫人已经快咽气了。那你为何知道雅兰的名字？因为老夫人临终之前就只念叨过这个名字。那就是说，她临终前还跟你交流过，你们还说过话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难道我说错了吗？有本事让所有人都来评评理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这是我的地方，岂容你撒野？因为我有道理，有道理走到哪儿都不怕。到底是我不讲道理，还是你不讲道理？当然是你不讲道理。你知不知道，一个男人如果许诺一个女人一生，意味着什么？我管它意味着什么。你还敢抵赖？我抵赖？好，我告诉你，我要是真的承诺过亚兰的母亲什么的话，那么现在也不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有你月华公子了呀。你月华公子对于亚兰姑娘的感情，远胜于我白玉堂对于她的感情。她是一个女人，不是你说可以嫁就可以嫁的。再说了，阿猫阿狗都懂得从一而终。好，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星月的，要不是你从中插一脚的话，我跟亚兰走不到今天这一步。我什么时候插一脚了？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去回龙镇的时候，
当天你去开封府送信，半夜就回来了吧？后来呢？后来你悄悄地潜入了亚兰的房间，共度一宿。至于当天晚上你们说过什么、做过什么，我相信只有你们自己心里清楚。但是呢，我当初并没有怀疑，因为当初是非常时期，所以我觉得一男一女共处一室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但是到了第二天，我问亚兰，亚兰说头天晚上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后来我又问过你，你说你是第二天早上才回来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那天晚上你们两个要串通一气的来骗我？为什么？所以你就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？随你怎么说。后来我又把你之前无中生有、强逼我的言行串联起来想了一通，我觉得是个人都会怀疑的吧。你一定是另有目的，对不对？大家都说你是小肚鸡肠，心胸狭隘。我今天算是见识到了，你呀，不光是小肚鸡肠，我看根本就是麻雀肚肠。说得好，麻雀肚肠是吧？我就是麻雀肚肠，好不好？我麻雀肚肠，我心胸狭窄，我比不了你。你一肚子花花肠子，不好意思，我白玉堂玩不过你，我不奉陪。你不玩还不行，这膏药你是甩不掉了。我告诉你，星月的，人急了上房，狗急了跳墙啊！兔子急了会咬人，老鼠急了会钻洞。你们不要再吵了。月华妹妹，我求求你了，你不要再闹了，好不好？你叫她妹妹。我这么维护你，你竟然揭穿我！月华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可是都闹出这么大误会了，你还要隐瞒到什么时候啊？好了，以后你们的事情我再也不管了。哎，白玉堂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，就割掉你的舌头。你什么时候知道她是个女人的？就是你说的那个晚上。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因为我答应过要替她保密。五爷，你放心，我不会纠缠你的。你的救命之恩，雅兰来世定当结草衔环相报。告辞了。雅兰。对不起，
个是相爷给你的。这只是开封府发出的。但是相爷说了，他已经向朝廷奏本，求万岁赦免你的罪。我白玉堂即使犯了滔天大罪，也从来没有怕过。我知道，相爷说，这次庞贼遭了重挫，他一定会伺机报复的，让你一定小心啊。哦，对了，还有消息传出，说御猫展昭最近也出现在庞府。展昭？嗯。太师，我从长沙赶回陈州时，就知道国舅爷已经落到了包拯的手中。我几次想救他，只是看管森严，无从下手啊。那是你不在陈州，这事怪不得你啊。这样吧，展大侠先回去歇息几日，可能老夫还有一些要事要烦劳展大侠。好，展昭，愿为太师效犬马之劳。相爷，卢爷和白五爷到。哦，相爷。哎呀，本官是让你们去礼请白衣使，怎么将他这般带来？小人身犯重罪，理应自负请罪。快松绑，快松绑！谢相爷。小人不敢。快起来吧，白衣使，来，咱起来吧。来，白衣使啊，你虽然私闯进宫，犯下了杀头大罪，但是在捉拿庞玉和截获万两赃金2件事情上立了头功。本官已经奏明万岁，让你功过相抵，赦你无罪。多谢相爷成全。白衣使，眼下朝廷正属动荡之秋，又是用人之际，望你念在江山社稷和黎民百姓的份上，捐弃前嫌，以江山社稷为重，清平海内。如果这一次朝廷愿意赦免小人，那么小人愿意鞍前马后，追随大人。马老虎啊，你说这相府这小河里咋连条鱼都没有啊？臭老心儿，别成天想着鱼了，这五叔都回来了。哎，俺跟你说，俺今天又看见那小白脸趁着没人的时候，悄悄的去纠缠雅兰呢。真的？真的。那这小白脸啊，一想起他来，我就想揍他一顿，替咱家老五出出气。好，你是俺男人，你说揍俺就揍。那咱就揍。今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，如果这小白脸还敢坐在雅兰身边，那咱就揍扁他，揍扁。老虎啊，你说这老四一天到晚的围着这小白脸的后边转，到时候咱要揍小白脸，这老四跳出来拉偏手帮忙怎么办？那啊！哎呀，那他是俺四叔，俺不能揍他。那我是他三哥呀，那我就能追他。好，那这样，今天晚上俺就先揍那个小白脸。如果四叔他要敢跳出来护着他，我锤死他！锤！哎，锤！
吃馒头啊！坐。月华，吃饭了。是。有东西。啊？又是这黑馒头，菜稀饭呀？啊，就这菜稀饭、馒头，吃着就不错，跟吃。哎，小白脸，你起开，那是俺五叔的座位。秋葵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家母老虎胡说什么了？你耳朵里塞鸡毛了是不是？他跟你说了，让你起开。三爷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兰妹妹呀，你可是我五弟的人呐，你可不敢跟小白眼靠得那么近。你们要这样的话，那就是欺负俺五叔，俺绝不答应。三嫂，三哥今天怎么气性这么大呀？老四，你给我走开！告诉你，就是你啊，一天围着小白脸转，整个小白脸跟壁炉，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心里还有没有兄弟们了？我告诉你啊，都给我坐下吃饭。坐。白玉堂，哎，你敢打俺五叔，俺揍死你！什么意思？不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们怎么回事？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老大？你成天只会说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老大，还要这，你是老大？哎呀，老大，怎么回事？眼里有老大，老大，你没看出来吗？啊，不是，他们现在欺负咱们呀！哎，三哥，你这话从何说起啊？你道听途说的吧？你这半截你就放炮啊？我怎么道听途说了？我怎么半截放炮了？啊！你说你一天到晚啊，跟那个哈巴狗一样在小白脸上胡乱转，你拿兄弟们你当兄弟吗？你要干什么？你拿兄弟当兄弟吗？诸位，我说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还动起手来了？哎呀，王护卫，这个事儿怎么说呢？卢爷但说无妨。我觉得是岳公子不对。啊？岳公子有何不对之处啊？亚兰的母亲遇害的时候，正好碰到了武帝。亚兰的母亲亲口把亚兰托付给了武帝。在那种特殊情况下，武帝义字当先，什么也没说，全部答应下来。这事我倒是听说过，可是过了不久，武帝就发现呀，亚兰和岳公子时常在一起，有时候3更半夜的，俩人还在一个房间里。现在已经不认账了，不认账啊！关键是这个事儿啊，老三跟秋葵给我说过，可是我碍于兄弟们之间的面子，就没说这个事儿。你说现在这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大哥，这是个误会，是个天大的误会。误什么？怎么会误会呢？哎，怎么会？诸位，岳公子，真的是这样吗？不是的，真的不是这样的。怎么就不是了你？嘿，老四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呀？你怎么根本就朝外拐呢？呀，大哥，我没有朝外拐。你眼里根本就没有老大，你就是各位老子朝外拐。你眼里有谁？你现在眼里行了，闭嘴！他现在眼里闭嘴！王护卫，你来说说。岳公子，这件事情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有道是朋友妻不可欺，朋友。白玉堂。武帝，三哥，哎，告诉大家是不是我怂恿你的？武帝，你放心啊，你三哥在这给你出头呢。还有你三嫂，我告诉你，这小白脸要欺负你呀，那就等于是欺负俺，俺绝不答应，俺揍扁他。相爷到。相爷。不必说了，我已经都知道了。你还打算要隐瞒多久啊？打我第一眼看到你，
她是女的。是啊，老心儿我也纳闷啊，你说这一爷们儿长得跟娘们儿似的，这不阴不阳的啊，没想到啊是一母老虎，你就不能爱护我一点吗？他有什么资格叫母老虎啊？让我看一丁点的虎味都没有，顶多也就是个母老鼠。行了啊！就光听你一个人在那叫，俺怎么了？别闹了！哎呀，你说这月姑娘了啊，也是的，好好的一个姑娘家吧，没什么事儿办什么难的呀？一个女儿家的，一个人出门在外，办个男儿身，自然会方便一些。也有道理。要我说啊，他这样一闹也好，起码以后大家相处起来呢，就自然很多了。嘿，我说呢，这四叔为什么成天就跟着他屁股后面转？原来呀，这四叔早就知道她是个母的。我感觉这老四在打月华的主意啊！就他喜欢月华姑娘也属于正常，但是我很现实的说，以他的长相和资质来说，对月华姑娘，哎，四叔他不见了。老五说的对啊，这老四就他那资质啊，还没我们家母老虎呢。就他长那样，还不如我这样呢。吃饭，好不好？臣奉旨回京，向万岁交差。爱卿，平身。谢万岁。爱卿，此次沉舟之行辛苦了。回万岁，此次沉舟之行，臣查获前任钦差大臣。你送上来的各种奏章，朕都阅过了。